前台南县议长吴健宝今仔早起伫病院过身，才到74岁。吴健宝过去因为涉嫌接棒拍假球案件，逃走去国外，从押转来台湾济家。今年5月才假释成功。伊过身的消息，嘛，互台南的政坛是拢带一条。家属举行小分球仪式，祝一路好行。台南县议会前议长吴健宝7月早起伫病院过身，享年74岁。伊的后生台南市议员吴武环处理后事不便接受访问，当地里长代家属发言，感谢外界关心。我们吴前议长今天早上不幸来别世啊。那因为他生理上的病痛，今天因为家属正在处理后续治伤的事宜，不便受访了。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吴健宝因为牵涉接棒拍假球案件，2014年法监执行进程走到菲律宾，一直到2019年从亚界返来台湾，法院裁定应该执行10年的徒刑。伊伫台中加监服刑多年了后，申请假释核准，今年5月坐轮椅离开台中加监，当时面色已经无好，后来西药剂也佫有感情。伊过身消息惊动台南政坛，前副议长詹顺良特别到我家来致意。毋知影讲伊的身体消化介紧啦，安尼。所以因兜的人拢真伤心啦。其实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讲，我认识的吴健宝确实是一个真的很有感情的人，很讲义气的人。詹顺良讲，吴健宝做人重感情、讲义气、有领袖魅力。伊5月返来台南了后，家己捌去拜访一摆，无是让吴健宝身体歹遮紧，其他的事是无评论。原来伊的政绩就留互社会来评论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